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列王记下卷第2章第1节到12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出世入生。当咱咧讲到一个人出生入死，大概是拢咧讲到伊一个亲像战争的情形，也是咱咧讲亲像电影咧描述一个间谍做敌人后面的这个工作，秘密的工作。因的工作呢是一种危险的，是冒着性命危险。嘛亲像早期咱台湾迄种矿工的工作共款，但是咱今仔日的主题是倒摆，是出世入生啦亲像咱伫主日的这个分享灵性搁活的这个主题。因为咱必须爱先领受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享受的救恩，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出世入生的主题，其实就是对伫今仔日的经文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来。经文来讲，进前恁因为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，恁伫灵性上是死的。迄个时，恁对这个世上的邪风歹俗，顺服着天界的掌权者，就是管辖着遐个违抗上帝命令的人的迄个灵。其实，咱每一个人进前拢甲因共款，放纵咱本性的欲望，对着肉体甲意念的私欲，因为安尼，咱甲别人无有差别，拢注定着要受上帝的处罚。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怜悯。伊对咱的疼遮尔大，遮尔无强，咱的灵性伫违抗命令的罪中死的时阵，伊互咱甲基督同搁再活起来，是伊的恩典救着恁。上帝已经互咱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，甲基督同搁活。一同伫天顶来掌权，伊安尼做是要世世代代表明伊极大的恩典，就是伊对基督耶稣咱所显现出来的慈爱。圣经讲，咱以前伫灵性顶悬是死，是因为伫生活顶悬来军对着这个世界一个歹的风俗、邪恶的风俗，来离开上帝的正道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得爱领受迄个救恩的话咱得爱先出世，离开迄个世俗、邪恶、歹的风俗，然后入生，就是得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享受互咱的救恩。就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讲的，上帝遮尔疼世间人，甚至伊将伊的独生囝享受互因，要爱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得到的灭亡，反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到世间来，毋是要定人的罪，但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
甲上帝亲近的人，才会通领受上帝所赏赐永远的生命。先知以利亚，伊将心真忠心来服侍上帝。伫生命的尾日，上帝就接伊来进入伫永远，就是接伊上天啦吼。列王记下卷的经文安尼记载讲，上主用光烈风来接以利亚上天的时阵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就对结甲来出发。伫路上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“你留伫个遮，上主吩咐我到别地去。”以利沙回答讲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帝甲你就住，我决断无离开你。”所以会安尼，因就做伙去别地里去。另外，伫后面的经文又搁安尼记载，第9节讲：当因过河了后，以利亚问以利沙：“我被接上天以后，以前你爱我替你做啥物？”以利沙就讲：“请你将你的气力加倍互我，互我成做你的继承人。”以利亚讲：“迄是真歹答应的要求。不过，如果你若看见我被接上天，你就会得到；若无，你就得袂到。”因就一边行一边讲，忽然间有一台互这个滚匹马来扭着的这个火焰车来到因两个人中间。以利亚就伫一阵的光烈风中间被接上天去啊！以利沙就看见，就喊休讲：“我的爸啊，我的爸啊！以色列坚强的保护者。”以利沙对安尼就无搁再看见以利亚。以利沙悲伤将家己的衫掠做两柄。先知以利亚一生服侍上帝，真正是出生入死，因为伊着爱面对亚哈王甲伊的王后耶洗别，搁有济的巴力的这个祭司的攻击甲对杀，甚至伊捌要求上帝互伊死，但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先知以利亚，后来伫这个真大压力的下面，伊选择继续来跟对上帝的旨意，为了以色列人的悔改来努力，来赢过所面对济真大的困境。出死入生，就是爱咱对旧的生活的中间被改变过来。离开原来的生活的模式、生命的款式，咱讲这好若亲像一个人改头换面、重新做人，或者是讲用圣经的话讲，甲基督同定死，也甲基督同过活的活命。虽然这无介容易了解，但是伫事实上呢，咱拢时常咧经历安尼的生命的改变。礼拜日是母亲节啦吼，牧师有分享到上帝的母性，提到着做老母的辛苦，也咱也知初做人的老母的人需要对思想顶悬被改变，因为伫怀孕的过程了后，就无搁再亲像一个少女，伊的身材会变形，伊的身份就爱改变，伊的责任就无共款，伊的角色嘛当然无共款。就概念上，伫身份顶悬，伫责任的顶悬，各方面拢爱重新被调整。这是一种生命的重新塑造。身份的提升，也会通讲是一个小小的顶头线啦吼。
但是却是一个生命过程中间，咱不断咧经历的成长，也是咱咧讲的蜕变，真无容易啦吼，真有可能会有痛苦，咱讲心中痛。但是这也是基督徒蒙福生活的一个展现，互咱每一天拢会当出世入生，经历新的生命。逐天领受上帝新的祝福吧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穿，上主用威严做衫，用气力做大厦。伊连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。你对永远就存在，上主啊！大水在夜涌，大水夜涌出大声，大水夜涌哗哗吼。上帝对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涌，压背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帝啊！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。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感谢基督圣事救恩，也互阮会通得到生命的更新，互旧的我会通甲耶稣基督来同死，并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会通来得到我，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